喺科技急速變遷嘅今日，人工智能 AI 已經悄然進入學生嘅生活與學習。從生成圖片、寫文章到輔助溫習、製作遊戲 ，AI 帶嚟極大便利，亦都隱藏危機。新一代作為網絡原住民，好快嘗到用 AI 做功課嘅甜頭，簡單指令就生成產品，但係呢個可能慢慢削弱佢哋嘅成長根基。首先過度依賴 AI 咧就會錯過腦部發展黃金期㗎。本來咧學生應該透過搜集資料、整理思路、寫作同討論，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同表達能力。但係揾咗 AI 幫手之後，佢哋缺少親手練習。麻省理工研究發現，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嘅大學生，腦神經連結變弱，甚至認唔出自己交託俾 AI 所生成出嚟嘅功課。團結香港基金調查更加顯示，超過23%香港學生坦言，冇 AI 就難完成功課，咁樣已唔係方便咗，而係令能力流失。其次 ，AI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，創作變得輕易，學生可能唔再願意反覆修改，從失敗中成長，未能夠建立專注與精益求精嘅態度。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嘅報告指出，未來最需要嘅係分析力、韌性、創意、同理心等 AI 難取代嘅素質，卻正因為過度依賴而被削弱。另外，真假難辨帶嚟風險 ，AI 生成逼真影像，易引發欺凌詐騙。AI 聊天機械人提供永不頂撞嘅陪伴，青少年易形成情感依賴，削弱真實人際連結。家長唔能夠迴避 AI， 但可智慧回應，同孩子一齊使用，觀察係咪過度依賴，善用其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，比學習更加有效有趣啊！同時，謹記科技唔能夠取代基礎倫理同人際關係，家長多陪伴、傾聽、以身作則，先至係孩子最珍貴嘅安全網。